伫耶和华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伫伊的所在有关联甲欢喜。百姓中地达作啊，恁就将关联荣光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，就带礼物来到伊的面前，就用圣洁的砖脚敬拜耶和华。这时，请咱大家翻到来用圣诗歌上的圣诗120首，上帝关联实在奥妙，宇宙万有表现奇巧，独生圣子临到世间，拯救罪人脱出灾难。圣诗120首，请咱大家起来念。请咱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咱大家低声来念书读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交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变高人来受苦。变十字架死埋葬埋伏，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打坐全能的上帝大庭，伊要对后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个下列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回应文第24，回应文24，伫圣经的后面1041页，1041页，请咱三甲来回应。全地啊，就对上主欢呼，就欢喜来敬拜上主。就唱和乐的诗歌来到伊面前，就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共有的灵魂。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就用颂赞进入伊的殿，
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，上主至圣，伊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信实挂到万代。请咱三甲阿爸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伫圣的安好日，互阮受你的拣选，无受世事的天盘阻挡，有福分来到教会敬拜服侍。感谢你，伫这段疫情的中间，你用恩典的手扶持带领阮平安分过。感谢你看顾阮的生活，保守阮的工作，互阮的家庭得到养持。感谢你保守台湾这个土地的人民有安全、幸福、正常的生活。也要感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甲团队，以及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无眠无日、辛苦的付出。求主坚固各国的医疗，甲保护医护人员的健康，人民也会当配合政府做好防疫的工作。求主掌权束缚全世界，早日脱离病毒流传的困境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主，阮的王，阮的福气无伫你以外。伫今日得到读的经节，教示阮讲，凡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。今日阮纪念你对过去带领阮到即时的即条路，阮也要为着即条路的每一个脚步来感谢你。特别伫这爸爸节的日子，阮更加要感恩天父，赐阮生养阮的父母。求你互爸爸的性命会当永长你，也把好的模样传互儿女。恳求你找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的心中有真实的平安，互阮用谦卑虔诚来领受主同在的祈祷。为着庆祝爸爸节，互阮三甲欢喜来吟诗学努力。现在阮也要为无来教会敬拜感谢，无论伊是工作上的无闲，也是身体上的欠安，也是受其他问题的困扰，求主带领同在，找圣神引带赐福因。即时也要安静阮的心，领受你活命的话语，领受你的赐福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咱赞美即时要请圣乐队来献诗。
展翅上腾，奔跑走天路。请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，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以弗所书4章25节到5章20节。台语汉语版伫220几页，现代中文译本伫299页，有合本272页。以弗所书4章25节到5章20节，这是我来读。所以就自己白贼，逐人甲伊的厝边讲真实，因为咱三甲做伙，恁受气毋通犯罪，有激受气毋通到日落，也毋通互魔鬼有空通入。头体的无得搁头体，免搁着磨，亲手做好的工，才有通分互欠亏的人。恁的喙拢毋通讲出拉长的话，独独着讲好话，照及时的欠过来造就伊，互听的人得到恩典，也无得互上帝圣神忧闷，就是所捌用来吸引恁到伫赎回的日日的，一切苦毒、怨恨、受气、传染、诽谤，以及一切恶毒，拢着对恁中间除去，搁着用仁慈相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相赦免，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。第5章第1节，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，就学上帝，也就行伫仁爱，亲像基督捌疼恁，叫咱家己做礼物，做祭司，芳芳的伫上帝面前。若是奸淫甲一切污秽，也是贪心，伫恁中间连讲起也毋通，这是照圣徒所合意的。见孝事甲有庙的话，也是喜孝的话，也是不该。较好着讲感谢的话，因为恁较实在，既若淫乱的，也是误会的，也是贪心，就是拜偶像的，拢袂得通承接家业。伫基督甲上帝讲，恁无得互人用无影话所欺骗，因为上帝受气，因为这个事到伫背约的人，所以无得甲因有份，因为恁情是暗，若是当踮伫主是光，就照光明的人来。因为光的结子在于一切好、甲义、甲真，证明啥物是主所欢喜的，无得掺插伫黑暗无效果的行做。较好着责备因，因为因伫暗中所行的，连讲拢都见笑。独独凡事受责备的，就是互光所显明。因为囝若所受显明的，拢是光，所以讲，困的人着醒，对死人中起来，就基督的光要照你。所以着站在看恁的所行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着亲像有知识，着保守机会，因为当今的事实邪恶，所以毋通妄妄，着明白啥物是
主的旨意，也无得酒醉，会比较放肆，是互信心充满，用诗、用歌、用神的父，大家三应答，用心吟诗作协来学老主。20节，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归上。以上愿主将伊的话刻条伫咱的心。今日牧师要带互咱的信息是对上帝的期待，请咱用心来听。先阿姐平安，咱同齐叩头来祈祷。向阮阿爸爸上帝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。那甲阮的兄弟姊妹同齐应面三角招呼，嘛伫讲话中间来表达阮对彼此的疼。主，即时阮要伫你的面头前来听你的话，阮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的耳孔听了清楚，互阮的心明白，嘛使阮过来会当去行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今仔日是爸爸节，庆祝礼拜。大概讲到母亲节啦、爸爸节啦，就会想着讲要有一个庆祝的、欢喜快乐的一个节目。总是伫礼拜的时，咱的对象是啥物人？咱的对象毋是咱家己，咱所敬拜的对象是咱的天父。咱的天父上帝，伊会当称做咱的母亲，嘛会当称做咱的老爸。伫圣经内面定伫讲的就是天父上帝，因为伫一个父权社会的表达，就是爸是上大的，嘛是疼所有的一切家庭的头。若讲校长，以前校长拢是爸爸，做少是妈妈，即摆无一定是安尼啊。总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咱所想到的拢是咱的目睭看会到的，生咱的爸母。咱敢有伫礼拜的时，也是讲伫即天透早的时，毋是伫想讲我的囡仔会敲电话会来甲我讲爸爸节快乐无？会带我去食大餐无？也互我一个红包无？这个是期待啦。咱敢有换一个角度想讲，开喙第一句是阿爸爸上帝，爸爸节快乐！感谢你，互我有这个性命，有这个世界。咱其实足少有这个想法，因为咱只有想到爸爸节、父亲节，拢是为着人才有诶。因为迄个是生咱的爸母，有咱的身体，有伊才有咱的身躯，有咱的身体，有咱的性命，有血有肉。总是咱定定袂记，性命源头是上帝。所以今日咱用爸爸节这个礼拜来反省，嘛来看，咱的天父上帝伫过即天的时，伊的期待是啥物？嘛针对一个人的心，会期待讲囝儿来甲我讲一个爸爸节快乐，无一定爱出去食物件啦，嘛无一定爱有红包，就是互我知影伊会记咧即天。我一切辛苦拢安那，就够了，可以了。因为伊知影我的辛苦是为着伊，我的中活是为伊，我所有的一切
间我所爱的物件，我爱食的物件，我的兴趣，吼，爱开的钱，遮的我拢总为着我的囡仔来留落来。所以只要伊知影，我遮的一切是为着伊，安尼就够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若无听着，迄个心情会安怎？艰苦，淡仔哀伤，我们说淡淡的哀伤。想讲啊，咱袂记哩，啊有当时都家己一个安慰，啊伊伤无闲啦，啊较晏啦，可能会啦，伊可能要互我一个搁较大的惊喜。自我安慰是父母定定会做的代志。咱敢有想过，其实咱的天父嘛会安尼做。当咱袂记哩甲讲爸爸节快乐，当咱袂记哩甲感谢的时，伊嘛会自我安慰哦，嘛是会。是安那嘞？伊讲是安怎？人的情绪会当反映上帝的情绪。咱毋通袂记哩，咱是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。上帝所有的一切，伊的感情，伊的好，伊的善，伊的真，拢伫咱的生命内面。伊互咱生命的时阵，就拢伫内面啊。总是因为罪，互咱叫是咱无食的，互咱毋知影咱有食会当发挥，互咱袂记哩，咱生命的源头是伫上帝遐。而且，咱用今仔日的圣经节，这是经课表内面一段，无所有缘也是选择较大的范围来看。这段经文所伫讲的，保罗互以弗所教会遮的人所知影，是伫讲一个人对旧换新，对还袂得着救，还袂接受耶稣基督，一直到接受耶稣基督，成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新的人的时阵，你要用新的身份来过新的生活，新的身份来过新的生活。保罗伫遮所讲到的第5章第1节到20节，伊直接表明出来，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是爸囝的关系。你就学你的上帝，你的爸。伊是安怎直接就点出人接受耶稣基督了后，甲上帝的关系是爸囝的关系。对人来讲，对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不断地提醒，不断地讲，我是对爸遐来的，我是伊的囝。当耶稣伫受洗的时阵，上帝嘛讲这是我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用安尼的角度，耶稣佫讲嘛是尊趁爸上帝的旨意来行的，拢是我的兄弟姊妹。咱正做甲耶稣基督是兄弟姊妹的时阵，拢是伫上帝的厝内面，正做上帝的囝儿。所以对遮来看，保罗完全直接就讲，咱知影咱的身份，认捌咱的身份，转来到爸上帝面头前的时阵，伊就是咱的天父，伊就是咱的爸。咱的新的身份就是我知影，我是上帝的囝儿。我毋若是上帝的百姓，我嘛是上帝的囝儿。成做上帝的囝儿，就爱过上帝所期待的生活，学着上帝的囝儿的行为。咱讲，保罗讲，这是一个新的生活，新的生活。当咱的囡仔细汉的时阵去学校，咱安怎甲讲？你着去学校，去学校好好啊学习，啊甲同学相亲相爱，莫甲人冤家。有诶爸爸后壁会加一句，毋好互我无面子。啊，另外较好诶讲诶就是，
人拢知影你是我的囝哦，你着好好啊去甲别人斗阵，好好啊学习听老师的话。咱拢会安尼交代，其实甲保罗你讲一个人对关换心，知影家己的身份了后，共款的意思。你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就好好啊甲人彼此相听，好好啊学习，尽本分，因为人拢知影咱是上帝的囝儿。我较直接的，毋通互咱的天父无面子。我细汉的时阵，做讨厌听我爸爸讲，你毋通互我无面子，你着毋通出去甲人冤家相拍，你着读册读较敖咧，用第二名袂使，安尼无面子。伊定定拢甲我讲，我拢互伊无面子，所以我做讨厌听着面子这两个字，我想讲我活着是为了你的面子吗？后来我才知影，较大汉，我家己出来外口趁钱，慢慢我才知影，迄个面子其实是诚做一个关系表达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你所行的所有的一切代表我，无法度切断的迄个关系。当我会甲人讲，我爸爸是医生的时阵，迄医生的面子，毋是我爱先食的，毋是我爱表现的。总是我若去甲人讲，我是我的爸爸的囝的时阵，迄个面子是啥物？迄个面子其实就是我。所以爸爸的意思是讲，你毋通互人看见我所生出来的你是无好的，因为我生你的时阵是欢喜的。后来我才知影，原来是安尼意思。我对哪知影咧？毋是对我爸爸遐，是对上帝遐，是对耶稣受洗的时，上帝讲的迄句：“你是我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”后来就是保罗你讲的，诚做一个新的人，你着爱学圣道的身份。这个圣道的身份，咱着想讲，圣道就是圣。咱定定讲我无法度做到安尼，我无法度，因为迄个是世道才有法度，迄是爱特别拣选的才有法度。总是咱拢无想着讲，上帝伫生咱的时阵，上帝创造咱的时阵，每一个拢是伊安那精心创作的，伊看做好。伊伫创造的时阵，创造所有的一切，伊看甚好，伊看煞好，诚好，伊是欢喜的，伊的心安那满足。所以咱伫伊的面头前是诚做互伊的心满足的囝儿。安尼咱对咱的阿爸爸上帝，敢有感受着？我是伊的囝，伊是我的爸，我甲伊满足。若是我满足伫伊是我的爸，这个就是面子。我甲伊满意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嘛甲伊满意我，我满意阿爸爸上帝赏赐互我这个性命，我嘛满意伊互我的生活，我满意伊互我拄着每一个人，对每一个事件。对保罗你讲，学圣道的身份爱安怎学？对第4章25节，一直到第5章20节，赫尔长，伊是讲3部分，一个就是甲人爱安怎，甲兄弟姊妹肢体爱彼此相听，毋通安怎，毋通生气，毋通讲怨妒、苦毒、恶毒的话、诽谤的话，毋通讲遮个话。人甲人中间嘛袂当讲白贼，是安怎？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上帝。咱定定讲上帝是神，所以拜伊爱用真实甲心灵、诚实跟心灵、
清清白白、诚实、事实伫伊的面头前，这就是无白菜。因为上帝是无白菜的上帝，咱是伊的囝，咱的确有迄个会当无讲白菜的信仰。所以对遮咱来看，当保罗一摆搁一摆伫讲的时阵，咱看到足侪。每一载拢是一件代志，每一载拢是一件代志。毋通犯罪，毋通生气，你生气毋通犯罪啊！你想讲生气，生气是安怎犯罪？当你生气到一个惨赞的时阵，你敢会咒诅？咒诅敢是犯罪？是。当你生气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你想讲，我若莫生出来就好。迄个是咒诅人，是咒诅家己，其实是咒诅家己。迄个敢是犯罪？是啊。是安怎？上帝创造你的时阵看足好诶，你会甲讲，我毋茫，我无生伫即个世界。这个是犯罪。迄个罪是真做咱甲上帝的关系拆开啊，无啊，我无爱即个关系。即个罪真做，互我甲上帝的关系拆开，毋若是我无爱，有当时也是，迄个魔鬼撒旦，互咱无法度爱即个关系。所以会分做两个方向来看，一个是我无爱即个关系，一个是我互魔鬼掠开，袂当有即个关系。对保罗来讲，你的生气毋通限制这两个方向，因为这两个方向拢真做甲白上帝的关系拆散去。这个拆线会互咱的心安怎空啊？因为咱无爸无阿爸的时阵，咱的心拢安怎？悲伤啊，拢会悲伤，会想要哭，迄毋是艰苦尔。因为咱感觉我敢若，啥物物件无去啊？有阿爸的时阵有我看到伊，我就看到我家己。当伊无的时阵，我敢若无去啊。就是我搁活咧，我嘛感觉无去。当我甲天父上帝的关系拆开的时阵，嘛是共款。咱可能无遐尼直接的感受，总是上帝有。上帝有安尼的感觉，伊无爱甲咱拆开，就是因为伊无爱甲咱拆开，所以伊会互耶稣基督来即个世间，互咱甲伊的关系安怎？搁好啊，搁好，好好，真做关系的恢复。上帝，天父上帝旨意伫咱甲伊的关系拆开。所以保罗伫甲遮个兄弟姊妹伫考课的时阵，伫讲解的时阵，伊所讲的遮一条一条的，所伫讲的，就是我要互咱甲上帝圣洁的性命来拆开。彼此相疼，爱用疼心来行做代志。中事是安怎？因为咱的天父是疼的上帝，伊本来就是为着要疼咱才创造咱，为着要疼咱，才找咱倒伊的厝，找咱倒伊的家，伫一个大的家庭内面。当咱咧讲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诚做一个满足，满足啥？满足我伫我本来的家庭内面所欠缺的。我若是伫我本来的家庭内面无父亲、老爸会疼，我会当伫即个大家庭内面得到上帝的疼，也搁有长辈对我的疼。我若是无囡仔的，我伫即个大家庭内面得到我亲像老爸老母的身份，会当去疼遮个事实，遮个囝。教会即个大家庭是天父互咱的家庭，互咱伫内面会当诚做心的满足。总是咱若伫即个家庭内面无
好相信，这个就是上帝予我的家庭的时阵，咱的心就空空，咱就会诚做一个甲外口的人共款的心情。我甲你无好的时阵，我啥物话都拢讲出来，因为我无惊你伤心嘛，我嘛不管你会伤心无，啥物恶毒的话我拢会讲出来。当教会内面，咱的兄弟姊妹斗阵的时阵，咱敢会当讲安尼话？伊保罗甲咱讲的，今日圣经人送的话、有的话、无造就人的话，拢毋通讲出嘴，因为迄会伤心。人的心伤心的时，你甲关系拆开，人甲人的关系拆开，亲像家庭内面兄弟姊妹冤家相拍，歹讲话共款，爸母安那伤心，定定可能的讲的就是迄句，恁着爱彼此相听，因为恁是兄弟姊妹啊。同一个老爸，同一个老母生，恁就爱彼此相听。无其他的原因，毋是因为伊对你介好，所以你爱疼伊，毋是。将来咱伫家庭内面所受到的教育，咱毋茫咱的囡仔彼此相听，拢只有一句话，就是因为恁是兄弟姊妹，恁是兄弟姊妹，恁是我生的。咱伫爸下斗，伫教会内面游玩嘛是安尼，诚做一个圣徒，迄毋是圣的门徒尔，是诚做一个。我伫上帝面头前，我承认我是伊的囝儿的时阵，我甲其他的承认是上帝的囝儿的人，诚做一个家庭的兄弟姊妹。毋是因为你互我欢喜，我才来疼你；毋是因为我欢喜你，才甲你斗阵做啥物工；毋是，是因为咱拢是同一个家庭的兄弟。透过天父呼召，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坚定，搁一摆和好，确定我是上帝的囝。这个认同，毋是爱做啥物来证明你是。上大的证明是啥物？上大的证明是圣经。上帝启示，一遍搁一遍，安尼甲咱讲，一遍搁一遍。咱若搁爱用人的角度、世界甲咱教的标准讲，你就爱看，你就爱看，看伊有家咧，你安尼对待伊无？看伊有家咧，你安尼甲相听无？咱若相信迄个话，就是相信魔鬼的话，你会当卖疼你的兄弟姊妹。若是伊毋值咧你疼，你就毋免甲疼。迄是魔鬼的话，迄毋是上帝的话。当保罗伫讲新的身份，诚做上帝的囝儿的时阵，迄个新的人是啥物？是光明的囝，光明的囝。上帝是光明的，咱的行事，咱的讲话，咱的互相退态，诚做光明。所以迄个咱讲你诽谤，你讲空话的时，飘浮的话，浮漂的话的时，迄落是诚做黑暗。是安怎想去？毋好到日头落山，日头落山了后无光明，诚做黑暗。迄个诚做黑暗甲光明的分界。你若想去到滑落去黑暗的中间，你就会犯罪，犯着啥物罪？你就会互罪掠去，你就会互魔鬼掠去，你就诚做无法度完全诚做光明的囝，伫光明的中间欢喜来过你的性命日子。本来上帝要互你。昨昏我伫教会群组用一个电影，甲会简单15分钟的电影，迄个电影诚做一个影评的人伫讲的。生命如此美好，若有去看的人就知影，迄个人，咱看伊
偌尔好，因为伊无法度行路，伊的手、伊的骹、伊的身躯是萎缩的，伊嘛无法度讲话表达伊家己想要讲啥话，伊所有的一切，互人看到就是智能不足的形象，诚做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囡仔。伊安尼大汉起来的时阵，伊的心情是一直想要表达，互人知影伊毋是智障，伊毋是无感觉的，伊毋是蔬菜。伊直讲我不是一棵蔬菜，我不是植物。我是一个人，我是一个人，我会当讲话，我知影你即摆咧讲我有感受，我嘛有我要表达的。安尼的人，咱看伊的时阵，咱看袂到性命有啥物好。总是咱看到这个电影看到后壁，咱互伊迄个无放弃的心甲精神来感动。迄个感动诚做性命甲性命的交流，迄个感动是诚做感谢，迄个感动就诚做原来性命是遐尼好，遐尼顺。对咱的，咱敢有坐着轮椅？咱无。咱的骹、咱的手、咱的表达拢总介好的时阵，咱搁定定去讲一句话，就是我要做一个平凡的人。圣经教的伤困难，我拢无法度做着。迄就是会当做的人去做就好啊。我就安尼就好，我就简单过日子，我就做一个平信徒。圣经无平信徒这三个字。圣经一直甲咱讲，你要竭心竭力、尽心尽力的去爱上帝、爱人，用你的性地，用你的性命，用你的脾气，用你的头壳，用你的心，用你的感受，用你的感情来疼上帝甲疼人。当咱咧讲我无要服侍，我嘛无法度疼人，我无法度做这，无法度做迄时阵，其实咱是咧甲上帝讲一句话：你甲我创作甲无好，所以我这个拢做袂到。无，就是亲像保罗咧讲的评断。你是要讲做一个勤奋的、勤奋的人，还是要做一个懒惰的人？上帝互你拢总的快乐甲才调，照伊的形象来创造。咱煞甲讲，我做袂到这，做袂到迄，我无爱做这，无爱做迄。其实只有爱甲无爱。咱定定咧讲，只有要或不要，想或不想。毋是我做会到，做袂到。要疼一个人，要安怎甲疼？看到伊做互咱生气的代志的时阵，安那？你若看伊做囡仔，你就会当个宽容，你着看伊无安那。总是你若甲看做大人的时阵，你着认为大人是安怎会当做这个代志？大人哪会讲这个话？吼，我嘛要比你讲较厚，你要安尼，你甲我骂一句，我着骂你两句。啊，搁较济是吼，我莫讲，拢莫讲话。总是你的心咧骂的时阵，你的心咧怨叹的是，你的心咧怨妒的是，你的心无平静的是，上帝伫内面，圣神伫咱的内面。咱定定讲圣神甲咱会伫地。礼拜煞，祝祷愿圣神甲恁伫地。咱拢毋望圣神甲咱伫地有平安，咱拢袂记哩圣神住伫咱的内面的时阵，咱遮会看袂到的、无讲出来的伫内面。所以保罗一直咧讲安那，光明的囝爱诚做光明的行为，毋通讲袂出，毋通偷体，爱分互别人。咱讲每一摆，敢若即礼拜、后礼拜、顶礼拜、即礼拜，逐摆讲的敢若拢安尼尔、安尼尔、安尼尔。一个老爸，一个圣经讲的，毋就是安尼尔吗？耶稣基督一直咧讲
咱无毋茫别人安怎对待咱，咱就毋通安尼对待。保罗讲着搁较深的，就是轻松的讲爽笑的，无合意的话嘛袂当讲出来，讲就袂当讲。有当时咱想讲，那只是一个开玩笑啊，有什么关系？以保罗来看，就是光明的囝，连那个都不能说。以职场边缘，有当时啊，难免不了开一点小黄腔，可以吗？即摆有性骚扰罪，怎样不行？总是有几个人自己斗阵讲的时阵，就讲啊，迄是我讲互你听尔，你是莫去甲别人讲，你着讲出来啊！你讲毋茫，莫去甲别人讲，你着已经讲出来，你讲毋茫，上帝无听着吗？所以保罗其实伊伫讲的，拢毋是介悬的标准，伊伫讲新的生活，其实毋是新的生活，是本来上帝创造咱的时，就应该爱过的生活。因为迄个是上帝，咱是对伊来生的，咱是对伊来创造。伊的形象内面是至善、至善、至真。咱嘛会当活出安尼的生命，因为圣神甲咱伫咧。咱有本来的形象，有圣神所修饰的几来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甲魔关，互咱知影，咱会当做甲亲像耶稣安尼。顶是一个代表是啥物？你甲我冤枉的，我拢总安那承受落来。若是安尼，会当互你感受到我疼你。保罗讲爱学爸，学咱的爸上帝。上帝的期待是啥物？活出伊的形象。咱的囡仔若是无介绍读册，咱会想讲，你好我会就好啊。咱的囡仔若介绍读册，咱就想讲你爱去读建中美语，搁较搞做医生、做律师，趁介侪钱。后壁咧，过好的生活，拢是迄句尔，过好的生活，好好啊活落去。啥物是好的生活？啥物是好好啊活落去？对圣经来讲，对上帝来讲，咱甲伊的关系，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，会当好好成做上大的期待。今仔日咱用即个圣经节来彼此勉励，嘛来反省。我伫祈祷的时阵，甲上帝称做阿爸，我敢真正有甲伊当做阿爸？也是咱即摆咧讲父亲节是安那？父亲账单的父亲啊，父亲节，全部把账单拿出来给爸爸。父亲节，咱若对上帝遐久，一直求讨，一直求讨，一直求讨，咱拢无想着要去甲听，无想着要去甲互伊欢喜。安尼，即个关系是啥物关系？即个关系是啥物关系？咱敢毋茫咱的囡仔嘛安尼对待咱吗？一直甲咱讨，一直甲咱讨，拢无要管咱有欢喜也无欢喜。最近我有看到一个，毋是最近，之前看到一个电影，一个家庭内面看见一个查某囝，你找查某囝的过程，经过25年，后来有人甲骗，所以一个假的查某囝进来。即个假的查某囝佫想要做即个家庭的查某囝，所以学习即个家庭内面所有的规矩，伊讲话，伊行路，伊穿，伊食，拢学习符合即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切。即个家庭的父母足欢喜的，这是因的囝。有一天别空啊，知影这个毋是因的囝，才佫去找到一个真正是因的囝。结果这个囝进来这个家庭内面安那？我要做我自己，
爸母，足想要无承认这个囝是伊的囝，因去做啥物做 DNA 检查，就想讲这个无可能是我的囝，因为个性差遐尔济。进前迄个佫较神，进前迄个毋若介神，个性介神，我安怎甲讲伊就拢听话。啊，这个拢毋是，这个就是我就是我，我只是刚好生在你们家，没有生在你们家，刚好生在你们家，然后又不见了。伊一直带着伊迄个怨恨，就是你甲我碰见的迄个心情，转来到这个厝。伫这个厝内面，伊要享受所有的一切，总是伊无想要改变伊家己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换变的是，这个爸母甲这个囝，因的关系要安怎恢复？一直到后壁，这个囝，伊真正有去认捌着，我是这个家庭一份子，我应当会当照这个家庭的规矩、爸母的个性来活，我毋是无遐的。只是过去我的环境，互我叫是我本来安尼是好的，所以伊改变伊家己，迄是改变吗？其实只是跳转来过伊本来应该过的生活。我感觉这个电影甲咱的圣经、甲咱的信仰介合。上帝一直伫超找咱，转来到伊的家庭。保罗也好，使徒也好，耶稣的学生、耶稣的门徒，伫讲的福音，一直伫讲的就是国父的关系，转来到爸上帝的家庭，甲其他的兄弟姊妹好好啊斗阵，成做一个表现出来、活出来耶稣基督的模范，其实就是上帝互咱的形象，活出迄个本来至圣、至真、至好、至水的是天父上帝的期盼。伫爸爸节这个节日，咱毋若是庆祝，毋若是感谢咱家己的爸爸，毋若是望咱的囡仔对咱讲父亲节快乐，毋通袂记哩，咱感一个天父上帝，咱来对咱的阿爸爸上帝讲，感谢你赏赐互我死。保罗讲，你就用各种的方法，用诗、用歌、用上帝来称赞、学乐来感谢伊，因为伊是恁的天父。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阿爸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性命，互阮会当学习安怎过你的囝儿的生活，互阮伫你的疼甲稳定的内面，享受世间所有阮想要有的，嘛看见你会互阮的性命愈来愈水，愈来愈亲像你，愈来愈互你欢喜。阮知当阮生出来时阵，你已经欢喜了，你嘛满足啦。总是阮伫阮的环境内面，互阮误会，所有的一切拢是应当有的。阮袂记你感谢你，阮嘛袂记阮是你所生的。当今仔日父亲节，阮要讲阿爸，阮的爸上帝，阿爸节快乐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用上帝的话，甲咱安咱的，首先咱要来用回应的诗，应答上帝的话，圣诗32首。上主做天顶父亲，伊带咱脱离危险艰难，叫咱着尊重接待外人。主着伟大，领受尊崇。圣诗32首，请咱起立来念。
请咱先开主座，我来报告。报告事项，今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，愿主祝福生的父亲身体健康，心灵喜乐。庆祝即时的咱嘛毋通袂记的，咱是天父上帝欢喜的儿女，感谢天父对咱的慈爱。第二，全国疫情对8月初10到8月23维持2级的警戒，请兄弟无论是外出还是伫咧厝，拢爱共同来遵照防疫的安全相关的规则，咱彼此守护，确保来家己的身体健康。第三，后礼拜8月15，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同工有齐心开会，欢迎兄弟提案予中执，也是牧师共同来参与教会发展。第四，七月到9月的圣安公学生手册已经到位了，请咱家己自由来摕转去读，以增加咱属灵的生活。第五，拜五查经祈祷会
咱要读经的进度是教太师，咱即摆读经的方式是以经文的内容来配搭主题查考讨论，且用这斗阵来读经，甲祈祷建造生命。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吼，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，咱主日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:45，咱拜四有查经分享，这是姊妹查经分享是上午10点，拜五的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，咱祈祷团契是无定期的聚会吼。咱要读的经节，你著读的经节，咱家己来看，来家己听，只要先来读。咱顶礼拜人数甲统计，咱家己来看，若目前的经验有遇到的，请来永华甲小妹这次来讲解。咱圣感事奉吼，咱即礼拜插花是接小妹。小妹，请扫是社保节吼。咱后礼拜讲道是咱牧师吼，诗会是刘炳这诗，诗情是谢文老师吼，领唱是刘炳老，诗献是小妹这诗甲义杰这诗吼，交代是贤荣兄甲文荣兄，插花是刘炳老，请扫是燕雄姐吼，咱即摆爱餐拢还佫暂停。咱来看咱后壁本周的经句吼，咱本周经句，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，就学上帝。咱用第二版来读一遍了后，再用第二遍读一遍，咱共同来读。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，就学上帝，伊就所赐无尽得在。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，就学上帝，伊就所赐无尽得在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以弗所书5章7节。这是请咱同款来做法了，互相用拱手来互相请安。平安。上面的新闻啊，还有我书的群组内面吼，有传一个消息，就是台湾的中部富农总会部落，就是伫高雄桃园的那个区吼，有一条桥断去，迄个大水有淹到足侪人的厝，所以遐个人即马知影是，也毋知影有偌济人无去，总是人迁徙去搁较好的所在，搁较安全的所在。无咱嘛为着即个代志祈祷，大概风台来的时，互咱有水通用，总是毋是所有的人是像咱共款会当住伫安全的所在，嘛毋是讲因无爱住伫安全的所在，是因就是只是住伫迄个所在。有当时迄个所在是因足侪代就住伫遐，迄就是因的故乡，就是因的厝，就是因的家，所以伊嘛无法度离开。有当时阮常常听着安尼个代志的时阵，心情拢无介好，因为亲像圣经所讲，咱是一个人，兄弟姊妹受苦，咱的心嘛受苦。有当时想毋知影会当为着做啥物，咱讲若是有奉献，会当去帮助因，重新起厝也好，买衫买食的，互因有一个所在会当住，这个是咱想着会当做的。所以对咱总会
一个安尼的主日，就是受奉献来做遮的工，做遮的代志。常常咱听着主日奉献，主日奉献就想着讲，啊，搁要来讨钱啊。咱若换一个角度想讲，今仔日咱有迄个钱会当摕出来帮助遮的兄弟姊妹，迄嘛是上帝互咱的，嘛是上帝互咱爱应用的一个方法。是安怎今仔日住伫遐，毋是咱，是伊。今仔日咱若是有拄着啥物款的代志，是毋是其他的兄弟姊妹嘛会当有用同款的心来帮助咱？咱拢咧学习，学习怜悯、宽恕、互相相听。今日的讲道第5项嘛，特别为着高雄遮的失去因的厝的家庭来祈祷。国外迄个肺炎变种，失去性命，即摆去看嘛，拢是有注过疫苗，嘛毋是无注疫苗。有注疫苗无代表一定就会当安全活落来。所以咱一直不断地讲，性命是在伫上帝，性命在伫上帝。只要上帝允准，咱就有当活的。咱爱一直不断提醒咱家己，性命的无去是一下的代志，啥物事会无去，只有上帝知。咱爱珍惜性命，是像保罗今日伫圣经内面讲，要爱惜光阴，珍惜性命，彼此相听。咱进入讲道的时间。阮是你的囝儿，阮甲阮的兄弟姊妹交到你的面头前，因为阮感受到你的心在疼，看到世间人伫受苦，你的心伫流泪，阮甲你的心结连到底，阮嘛知，阮的心艰苦。主，恳求你救赎所有伫艰苦流活中间的
嘛，互阮看见你的手所做的工，伫阮的性命中间，伫阮的兄弟姊妹的性命中间，来显出你的旨意。阮的心愿意诚做，互你欢喜惊奇。阮有圣神帮助阮，互阮有好的行为，通表明家己是你的囝子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是咱要来念上两个诗，圣诗390首。何老天父万福本源，光明极大，仁爱交传。何老耶稣上我罪犯，做我中保，奖励万全。圣诗390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念。恁就完全亲像恁的爸完全一样。愿天父上帝疼爱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圣神的帮助，临到恁以及恁的家庭。对即时到